Hello，各位 Mentors，各位同學，大家好。好歡迎大家咧嚟到我哋青天有法師有計劃嘅抗毒有法網上講座。好多同學仔同埋 Mentors 都應該知道咧，我係邊個㗎啦？我咧就係今日嘅主持人，亦都係青天廣場籌委會主席 Sharon。喺呢一個星期六嘅早上咧，好高興咧可以喺網上面見到大家。我都喺度咧歡迎大家嚟到我哋今次呢個網上講座嘅。之前如果有參加過我哋喺八鄉嗰時嘅開幕禮啦，同埋我哋嘅第一個活動日啦，都會知道咧，今年我哋嘅師友計劃嘅口號咧就係為生命加油，將毒品踢走。Say cheers to us, say no to drugs。所以咧，都希望可以趁呢個機會同大家咧探討一下一個關乎青少年未來發展嘅重要議題，就係點樣可以建立一個抗毒意識同埋遠離毒品誘惑嘅。生命當然係充滿精彩同埋可能性啦，但係咧，如果有毒品喺度嘅時候咧，就好似一個隱形嘅陷阱咁樣，會偷走我哋嘅夢想啦同埋健康。所以今日咧，我哋呢個主題就係要學習一下點樣可以為自己嘅生命加油，同埋用知識決心一齊咧就一腳踢走呢啲毒品嘅。跟住落嚟咧，我哋今日都好榮幸可以邀請到兩位嘉賓咧，就同大家分享一下一啲禁毒抗毒嘅一啲知識嘅。第一位咧就係我身邊呢位 Madam， 係毒品調查科情報組高級督察李慧琪 Winky 嘅。同大家打個招呼啦。係啦，佢今日咧就會從社會現狀嘅角度咧去分析下毒品嘅問題，俾大家認知同埋了解嘅。我另外呢位咧就係青天廣場籌委會副主席吳詠麟律師 Matthew， 同大家打個招呼啦。之前應該都好多同學仔有見過佢噶啦。佢今日咧亦都會從一個法律角度咧去講解一下毒品相關嘅罪行同埋一啲嚴重嘅後果嘅。好啦，介紹咗兩位今日我哋會分享嘅嘉賓之外呢，我哋喺開始之前呢，就同大家熱一熱身先。我哋呢會有兩個小問題就問一問大家嘅，可以大家一齊喐一喐呢就去投票喎。第一個問題呢，其實就想了解一下啲青少年，即係你哋對於毒品嗰個可禁性嘅睇法嘅。我哋可以望一望個問題啦。好，大家睇到啦，就係你哋而家覺得現時嘅年青人接觸到毒品嘅渠道究竟多唔多呢？我哋喺呢度咧就有 A、B、C、D。我見到啲同學仔可能已經答緊啦。都喺度講一講啦。A 咧就係非常之多，好容易接觸到。B 咧就係都算多啦，聽聞過咧係有渠道嘅。C 咧就係一般啦，都唔係太清楚。而 D 咧就係好少，好難接觸。喺呢度俾少少時間大家再去答先。好似都差唔多咯喎，睇下先。睇嚟個答案好似呢個 C 係會比較多啲嘅，都佔咗一半喎。話一般唔係咁清楚喎。咦，咁呢個都係一個幾鼓勵性嘅答案啦。因為原來好多同學仔都覺得咧，接觸毒品嘅渠道咧都唔算多嘅。雖然咧咁多位同學仔都表達即係着咗一半啊，差唔多過一半啦，就會話都唔係太清楚。但係咧，其實喺現實生活中咧，我哋都知道毒品嘅危機咧，其實都往往會喺我哋最容易忽略嘅地方，其實都會存在有一啲陷阱嘅。所以今日咧，我哋都邀請咗 Madam 啦、Winky 就嚟講下關於可能喺毒品調查科做嘅一啲案件啊，裡面一啲內容嘅分享咧，可以警醒大家。好，我喺呢度咧都可能簡單介紹一下可能 Winky 嘅一啲工作背景啦。我都知道阿 Madam 你其實每日咧喺前線工作咧，對於青少年吸毒咧最新嘅情況咧同埋趨勢都其實了如指掌嘅。今日咧佢就會同我哋分享一下喺呢一個真實嘅社會狀況之下，究竟毒品會帶嚟啲乜嘢嘅傷害，等我哋可以睇清毒品嘅真相。好，事不宜遲，不如我哋有請第一位主講嘉賓 Winky 同我哋分享一下，唔該晒。Thank you, Sharon。早晨，咁多位同學仔，咁我再介紹一下自己啦。我係嚟自警務處毒品調查科嘅高級督察 Winky。咁今日咧就嚟同大家分享下幾樣嘢嘅。咁嚟緊短短嘅大概30-40分鐘啦。咁我會講一講青少年涉及毒品嘅狀況，之後就會有個簡短嘅毒品知識同大家講解下流行嘅毒品，同埋
少少啦，相關刑責咁呢一 part 可能我唔喺度拋書包啦，就留翻俾之後嘅講者。咁之後我都會介紹翻究竟毒品調查科有啲乜嘢嘅宣傳教育工作做緊嘅。咁事不宜遲，我哋即刻開始啦。咁頭先都見到大家覺得話啊，都唔係好清楚毒品而家喺市面上嘅狀況唔係太清楚喎。咁我覺得今日嚟得更加有意義。咩啊？唔明啊！俾翻我啊！好猖狂啊！食啊！新加坡呢個有。你有冇諗過今次係反光嘅咧？屌你都聽得講我頂，冇所謂啦，好多人都知啊，業界都知啊。好啦，大家有冇喺網上面睇過呢一啲嘅短片呢？咁其實大家見到啦，頭先中間嗰條短片呢，個同學仔就公然喺學校嘅洗手間度啦，着住校服去同同學討論食電子煙，甚至都唔知係咪毒品嚟嘅。咁至於側邊嘅一啲圖呢，都係我哋上網揾到嘅圖片呢，就係啲人吸咗依托米子喺路上面控制唔到自己嘅一啲狀況嚟嘅。咁我喺度整個 PowerPoint 嘅時候啦，咁就隨便去 search 咗啲 keywords，就係青少年毒品。咁其實我已經 search 到有好多嘅 result，呢啲都係一啲比較近期啲嘅新聞啦，都係關於太空油，即係依托米子嘅。咁大家可能心諗會唔會係一啲無業嘅青年啊，或者讀書差嘅同學仔先至對吸毒呢樣嘢有興趣呢？亦都唔係喎，我哋都留意到，就算係大學入面呢，都有發生吸毒或者係同毒品相關嘅案件嘅。係啦，咁究竟青少年點解會涉及到毒品嘅咧？究竟有咩渠道啊？頭先同大部分嘅同學仔都話，身邊嘅人都唔知道有咩渠道啦。咁其實我哋咧，往往睇翻之前嘅 case 咧，就見到有時好多揾快錢嘅一啲網上 post，用一啲免費周遊列國啊、免費住宿啊，或者係一啲無需經驗但係有好豐厚嘅人工呢一啲嘅揾快錢嘅渠道咧，係提供俾青少年去誘使佢哋去販毒嘅。咁咧，其實呢一個圖咧就係講緊由2015年到而家啦，2025年我嘅數據到1至6月青少年吸食毒品嘅一個拘捕嘅數字。咁大家見到咧，以往大麻同可卡咧都係青少年之間比較主流嘅一種毒品，但係留意去到2023年開始咧，紅色嗰條線依托米子開始上升咗，甚至去到2025年嘅頭半年咧，已經超越咗以往大麻同可卡因呢兩種吸食毒品嘅拘捕人數。咁其實咧，依托米子咧，我哋由2023年度咧開始留意到佢喺香港出現啦。2023年全年咧，其實得7單嘅 case，我哋成個警察部夾埋。咁去到2024年咧，已經去到有195單 case，拉咗278個人。去到今年嘅頭半年，已經有454宗 case，總被捕人數去到562人，而21歲以下嘅青少年咧，亦都有123人。仲要當中有大概一半係學生嚟嘅，咁大家可想而知咧，其實毒品離大家真係唔係太遠嘅，話唔定你身邊咧都有一啲嘅同伴啦，可能需要你嘅幫助，咁所以嚟緊我講嘅嘢咧，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去了解下啦。我知道大家就當然唔會吸毒啦，但希望你哋能夠將呢啲嘅 message 咧帶翻俾你身邊嘅人，唔希望佢哋成為同毒品有關嘅一啲數字。係啦，如果唔係咧，大家如果數學比較好嘅話，都可以計到，如果咁嘅數字落去咧，去到年尾咧，可能已經達到成1000宗噶啦。咁究竟青少年有啲咩渠道去接觸到毒品咧？頭先講話我哋身邊好似都冇咁嘅渠道嘅喎。其實我哋問翻之前嘅個案啦，有超過70%嘅中學生，佢哋第一次吸毒咧係由朋友提供俾佢嘅。咁所以點解話好朋友好緊要，唔好嘅朋友咧就會害你一生，因為原來70%嘅人第一次接觸毒品係由自己嘅朋友去俾佢哋嘅。咁究竟佢哋點樣去獲得嘅咧？有39% 嘅受訪者話佢哋係免費獲得第一次嘅毒品。咁不嬲都話免費嘅嘢一定係最貴。佢俾咗你食第一啖之後咧，其實你已經開始上癮，已經開始會再去想揾毒品嚟食。咁當然你就會去一啲非法嘅渠道去購買毒品啦。咁包括可能係一啲唔好嘅娛樂場所啊，或者係一啲網上面一啲非法嘅渠道去購買。咁所以大家記得啦，即係如果你嘅朋友俾一啲不知名嘅嘢你食，如果你唔肯定佢係咩嚟嘅，絕對唔好試，因為免費嘅嘢往往係最貴。
好啦，咁其實點解話毒品一啖都唔可以試呢？咁呢幅圖咧，其實簡單咁講一講，究竟吸咗毒會對你有啲咩影響啦？咁其實我哋睇下左邊嗰幅圖先。嗱，呢個咧係一個多巴胺，即係一個令人興奮嘅一個身體入面一種令人興奮嘅一種嘢嘅一個係啦嘅幅度啦。咁你可以見到咧，本身咧紫色嗰條線係一個正常人。咁當你係一個 baseline 嘅時候，當你吸咗毒品就會突然間好快咁上升咗你嘅多巴胺嘅 level，令到你個人好興奮、好開心啦。但係當你嗰個毒品嘅藥效過咗之後咧，你係會即刻跌翻落去嘅，而你嘅多巴胺 level 係會跌到一個新嘅 baseline， 比一個平常低嘅 baseline。換言之，如果你想得到平日一個開心愉快嘅感覺咧，你係需要一啲嘢去令到你去刺激到你嘅。咁例如，如果係咁嘅話，你就會更加容易想去食毒品，因為個毒品令到你嘅多巴胺 level 突然間可以有個提升。咁當你一個新嘅 baseline 形成之後，你想有一個更開心嘅效果嘅時候，你要不斷追毒品嚟食，務求令到自己得到本身嘅開心嘅 level 咧，其實係越嚟越難。That's why 你會食越嚟越多嘅毒品嘅。咁右邊嗰幾幅圖咧係想代表啲咩咧？咁呢個就係一個腦嘅結構啦。咁可以見到咧，本身第一左上面有個腦紅色少少一個你係容易興奮嘅一個地方，即係當你受到外間嘅刺激，你感到興奮嘅時候咧，就會有呢個紅色嘅出現。咁但係第二幅圖咧，就係當你去嘗試吸咗毒1個月之後，你個腦嘅紅色嘅部分係開始會縮小，就正如頭先左邊嗰幅圖所講，因為你嘅多巴胺 level 開始下跌，所以令到你冇咁容易受到刺激，容易感到興奮。咁就算當你停咗藥之後咧，最右手邊幅圖就係你停咗藥4個月之後，你個腦嘅一個 image 嚟嘅。你會見到，就算你停咗藥4個月之後，你紅色嘅 level 咧都係去唔翻原本嘅水平。咁所以借呢幾幅圖咧，好簡單同大家説明點解吸咗毒之後，我哋話第一啖之後你就會開始上癮，因為你嘅腦嘅結構啦，你嘅多巴胺 level 咧已經會完全被影響晒。咁而呢一個你想回復翻原狀咧，其實需要好多好多嘅時間。咁呢啲都係一啲我哋喺網上揾到嘅圖片啦，就係啲人吸咗毒之後嘅反應。咁你見到佢哋嘅樣貌啦、皮膚啦，都會開始改變。最右手邊嗰幅圖咧，其實係食咗K 仔嘅一個後果，咁就係影響咗佢哋嘅膀胱啦。佢哋膀胱只能夠可能裝到50至100ml嘅尿液，咁即係變咗你根本連長途車都搭唔到，所以佢哋咧就要用一個外置嘅一個我俗稱叫尿袋啦，成世都要用，因為呢個係冇辦法去返回原狀噶啦。咁所以你覺得可能你好有自制能力，淨係想試一次毒品，咁想體驗下咩感覺？但係其實我可以喺度話俾你知，咁好多我哋之前睇到嘅例子話俾我哋知，其實你係控制唔到嘅毒品嘅。咁所以最後究竟係你玩毒品定毒品玩你呢？咁呢個大家就自己諗下咯。好啦，咁講咗咁耐毒品咁多危險性，咁究竟嗰幾種毒品係咩嚟㗎？咁今日咧就會同大家去簡單去介紹一下頭先我介紹過青少年之間比較流行嘅3種毒品，包括就係大麻、可卡因同埋伊托米子。咁相信大家最有興趣嘅當然就係伊托米子啦。好啦，咁幾幅圖俾大家望下，究竟伊托米子係咩嚟嘅？即係之前大家叫佢太空油啦，大家望下1至6幅圖。邊一幅係屬於伊托米子呢？係啦，我哋呢度冇開投票功能，但係自己心入面諗一諗先，1至6號邊一個係伊托米子？好啦，相信大家都有答案啦。個答案就係分辨唔到嘅，一陣話俾大家知點解。係啦，咁而大家見到市面上嘅電子煙啊，伊托米子毒品啊，有咁多種氣味，究竟邊一種係佢真實嘅氣味呢？喺呢幅圖都有機會出現到嗰啲電子煙嘅味道，究竟邊一種係真實氣味呢？同樣地，我都係答你唔到嘅。好啦，點解呢？咁我簡單介紹下伊托米子其實係咩嚟？佢本身呢係一個手術用、醫學手術用嘅麻醉劑嚟嘅。咁你有想象下，當你去做手術嘅時候，平時睇電視都見到啦，叫你數5秒呢，其實你已經開始失去咗知覺，咁醫生先開始可以幫你做手術噶嘛。咁但係當你喺個冇需要嘅狀況底下，去唔用呢一啲嘅麻醉劑嘅話，你想象到你嘅後果就係你會控制唔到自己嘅肌肉啦。你會開始失去知覺啦，咁所以就會出現頭先我哋喺
較早前嘅片段見到啲人開始企唔穩啊、跌親啊、手震腳震啊，咁就係因為佢哋開始控制唔到嘅自己肌肉，然後更甚嘅係咧，佢哋有機會喺街度失去知覺，咁之後會發生咩事咧？真係好難講嘅。咁主要吸食工具咧，咁以大家所知都係啦，就用電子煙機去食嘅啦。咁依托米子自己本身咧就係呢度有幾幅圖啦，右上嗰幅圖嘅白色粉末就係依托米子嘅原型嚟嘅。咁佢就俾毒販加咗入去一般嘅電子煙油入面啦，咁就形成咗大家平時常見嘅一個依托米子嘅狀態。咁點解我話頭先嗰幾幅圖咧，我答唔到你邊一款係依托米子咧？因為其實佢本身咧撈咗煙油之後咧，佢係一個無色無味嘅一種物質嚟嘅。咁所以單憑佢外貌啦，佢嘅氣味啦，我哋係唔能夠分辨到邊一個電子煙入面係含有依托米子嘅。咁但係我哋點知嗰個人手上拎緊嘅咩咧？就係睇佢吸食之後嘅反應啦。因為依托米子咧係一個上頭好快嘅一種毒品啦，佢嘅效果係即時會見到嘅，所以你見到啲人網上片段都見到咧，佢哋吸完一啖已經開始手腳可以抽搐咧，呢個就係常見依托米子食咗之後嘅即時效果。咁所以我哋係可以從個即時反應去知道究竟嗰個人係咪食緊依托米子嘅。咁除咗肌肉抽搐、失去知覺，咁仲有啲乜嘢嘅影響啊？當然唔止咁少啦。其實最大嘅問題咧，佢係會影響我哋腎上腺素嘅分泌會失調啦，咁令到身體嘅荷爾蒙會開始失平衡。咁有啲個案咧就係有女孩子開始生鬚啦，個聲音開始變聲啦，甚至佢哋嘅性器官會變形嘅，咁都係因為荷爾蒙嘅影響。咁所以咧呢一個我哋話雖然睇落好似一個比較入門級別嘅毒品啦，其實佢係對大家係好大影響嘅，可以。咁點解大家會突然間由2024年度開始會吸食依托米子㗎？有咁多市面咁多種毒品，咁大家唔知有冇睇過以往嘅電影啦？其實吸毒咧好多時可能你見到以前嘅電影啦，可能佢哋要喺將啲粉末倒喺張台度吸服啊，或者匿喺後樓梯打針去食用啊。咁相對而言咧，依托米子用一個電子煙嘅器具去吸食咧，就變咗好方便啦，成件事好易於收藏。而當你見到電子煙比較盛行嘅時候咧，好多時就因為同伴嘅引誘啦，想跟風啊，想有型啊，而去吸食到電子煙，同埋佢本身有水果嘅氣味咧，令到大家覺得呢一種唔係一個，亦唔係煙啦，亦都唔係毒品，所以令到大家更加容易有誤解去吸食嘅。而佢價格咧相對嘅比較平，咁可以睇翻啊。其實咧佢一個嘅煙彈啊，現時嘅零售價大概係150至800蚊一粒。咁其實聽落好似唔係好，都唔係好平喎，成幾百蚊一粒，唔知食到幾耐。咁但係其實其他嘅毒品係更加貴。咁俾少少 reference 大家啦，其他嘅毒品咧大概係幾百至1000蚊1 gram。咁平時你茶餐廳嘅一包砂糖係大概10零20 gram 啦。咁所以大家可以計得翻，其實毒品係一件好貴嘅事。點解啲人會食到破產啊？食到爭人好多錢咧，就係咁解。咁所以依托米子相對上咧就係一個比較平嘅入門級嘅一個毒品啦。咁雖然話佢係一個入門級嘅毒品，但係咧頭先講咗啦，佢會帶嚟身體好多嘅傷害，同埋咧其實大家可以揾翻上網一啲醫生啊、醫學界嘅人去講解咧，其實佢係比其他嘅毒品咧更加容易上癮。你見佢效果咁快上快落，變咗好多人會不停咁去克服，咁變咗上癮嘅速度咧係更加快嘅。咁所以其實以往咧，我哋曾經見過一個個案，就係一個10零歲嘅女仔啦，佢喺吸食咗依托米子之後，喺街度失去咗知覺，繼而俾人侵犯咗。咁所以其實除咗身體受損之外啦，你突然間嘅失去知覺都係對你嚟講好危險。咁除此之外，當然就係你亦都會需要承受翻法律嘅效果啦。如果你去販賣或者去帶有呢嘅電子煙之後，係啦。咁雖然大家可能仲係覺得依托米子好似比較入門級喎，都唔係好緊要，但係大家睇下新聞都知道，之前有一個16歲嘅青年啦，懷疑因為去吸食依托米子猝死咗嘅，而亦都有雖然太空油毒品即係依托米子，佢係比較平嘅一種毒品，但係亦都有人每個月使成萬蚊去買毒品，一日佢吸咗7粒，咁大家可以諗下吸到嘅過程佢戒到過程一定好漫長啦，因為佢已經嚴重上癮，而佢為自己為屋企帶嘅經濟負擔咧都係好嚴重嘅。
係啦，咁就住伊托米子突然間嘅興起啦，咁所以政府咧已經喺今年咧兩度去立法，將伊托米子同埋佢嘅類似物咧都列為係毒品。咁而我哋警隊咧而家亦都推出咗一啲嘅快測試劑啦。雖然我話佢係無色無味，我哋唔能夠用肉眼分辨，但係我哋警方都有唔同嘅器材去能夠即時分辨到你究竟身上嘅帶有嘅電子煙係咪含有伊托米子。咁所以大家真係千祈唔好試。係啦，咁就住電子煙嘅法例啦，咁因為始終電子煙係一個吸食伊托米子嘅主要工具啦，咁所以咧，政府喺2022年開始已經禁止咗呢啲嘅另類吸煙產品去進口販賣啦。咁其實咧，政府都希望短期內去推出多啲嘅措施咧，去全面禁止電子煙。咁希望咧，去到2026年咧，就能夠全面去禁止呢種電子煙，咁變咗大家就冇咗一個工具去吸食伊托米子啦。咁當然電子煙本身都係一個唔係咁好嘅嘢啦，咁所以就算你食嘅電子煙唔含有伊托米子，我哋都唔會建議你咁樣做。如果你嘅電子煙入面含有尼古丁嘅話咧，亦都係屬於第一步毒藥嘅。好啦，咁講完伊托米子啦，咁介紹另一種毒品大麻啦。大麻咧都係一種青少年之間比較盛行嘅毒品啦。咁其實佢係一種致幻型嘅毒品嚟嘅。即係咩意思咧？就係你食完之後帶俾你嘅咧，會係一啲嘅幻覺，一啲放鬆嘅感覺啦，跟住同埋你有個感官嘅增加嘅。通常咧，啲人咧就係用左下角嗰個研磨器啦，磨碎之後咧捲煙或者係點水煙去吸食嘅。咁吸完之後即時反應咧，會見到個人會開始眼睛發紅啦。咁點解佢會不自控咁大笑咧？因為佢嘅感官增加咗，可能本身一個平面嘅圖像啦，佢會見到有啲畫面好生動，喺度喐緊，或者顏色好鮮豔，或者本身聽緊一啲比較平淡嘅音樂，佢突然間會覺得好興奮啊，覺得好刺激咁樣。所以咧，吸食咗大麻嘅咧，往往咧就會不自控咁樣大笑啦。咁當然長期服用係會成癮啦。咁而你嘅長期感官係錯嘅話，咁會令到你注意力唔集中，你嘅感官會扭曲咗。咁所以咧，開始你會分唔到乜嘢係現實，乜嘢係真實啦。咁同埋咧，多數咧，因為我哋大麻咧，啲人係用捲煙嘅方式去食啦，咁所以咧，亦都有機會患上同呼吸有關嘅疾病嘅，咁包括一啲肺部啊嘅問題都有機會出現嘅。咁當然啲人上網買賣唔會直接叫佢做你買唔買大麻咁樣啦，咁所以咧，佢有其他嘅別名嘅，咁可能叫做草啦，因為你見到佢本身咧係個草本植物嚟嘅，咁有花名叫草啦，或者花，亦都有個花名咧叫牛，咁因為啲人唔希望咁直接啦，咁因為牛係食草嘅，咁所以會叫用牛啦。咁亦都有個別稱咧叫420，咁呢個名好特別，點解咧？因為其實4月20號咧就係啲毒販去鼓勵人哋吸大麻嘅一個日子，所以咧佢哋通常用420咧去象徵住大麻嘅意思。咁當然我哋喺4月20號呢一日更加會用力咁樣打擊大麻啦，同埋會做好多宣傳活動。咁所以大家咧無論係呢一日啦，或者任何時候咧，其實都唔好去試啦。咁我知道咧，其實好多國家啦，或者地區啦，大麻係合法嘅，變咗大家可能會覺得吸大麻其實應該唔會好嚴重啦個後果。咁咧，但係喺香港咧，大麻係唔合法嘅。咁所有大麻啦，同佢嘅副產品啦，包括四氫大麻酚同埋大麻二酚咧，其實已經係被列為毒品嘅啦。咁本身咧，四氫大麻酚簡稱 THC 咧，就係大麻面嘅活性成分，令到大家上癮啦，有幻覺啦，開始有唔好對身體唔好嘅影響啦。咁但係咧，好多商家啦就會話佢哋嘅 product 咧，只係含有大麻二酚，即係純粹一種令人放鬆嘅成分，係唔會有害嘅。咁但係 CBD 大麻二酚點樣嚟咧？同樣係喺大麻植物度抽取嘅。咁其實當你想去 extract 一啲 CBD 嘅時候咧，其實個過程中你唔能夠完全去除有害嘅四氫大麻酚 THC， 而隨住時間咧 CBD 係會自動去轉化成為 THC， 咁即係一個本身就算佢哋聲稱冇毒嘅 product 咧，最後隨住時間轉變咧，佢亦都係會變成含有害成分嘅 THC， 咁所以點解咧？政府咧需要立法將所有嘅大麻產品咧都變成係毒品，咁即係話喺香港，無論你係持有啦，或者係進出口啊、販賣都係犯法嘅。咁大家咧，如果去旅行嘅時候咧，咁就認住呢一啲嘅標誌啦。咁其實喺外國一啲合法嘅地方啦，大麻嘅 product 好形形色色，個人都有嘅，包括食品啊、護膚品啊、飲品都有。咁但係你認住呢一個
有5塊大葉、2塊細葉嘅呢個大麻 logo，或者認住 THC、CBD 呢一啲嘅字眼，咁佢哋咧都係一啲含有大麻成分嘅 product，咁就千祈唔好試啦。當然你就算喺一啲合法嘅地方，因為頭先解釋咗點解佢對身體有害，咁更加要記得嘅係，就算你去旅行覺得好有趣咧，千祈唔好帶翻嚟香港，因為當你去帶入境嘅時候咧，你已經構成咗販運毒品㗎啦，咁最高刑罰咧係會終身監禁嘅。好啦，咁最後一種就係可卡因啦，我想介紹嘅，咁就係一種興奮型嘅毒品，咁即係佢會令到你突然間好亢奮、好興奮、好開心嘅一種嘅毒品嚟嘅，食咗嘅後果。咁通常就係吸服啦，或者用飲管去吸服嘅。咁食完之後即時反應咧，就係會流鼻水啦，好多嘢講。其實你可以想像就係你突然間飲咗大量嘅能量飲品，令到你成個人好興奮、好 high 咁樣。咁但唔知大家有冇試過，因為考試突然間飲好多咖啡因或者能量飲品咧，其實你會 feel 到自己嘅心臟開始跳得好快啦，你個人開始好心急啊，講好多嘢，好興奮。其實呢一個就係興奮型毒品帶俾你嘅後果嚟嘅，係啦。所以長期嘅服用咧，除咗會令到你心臟受損之外啦，當然會令到你個情緒開始有問題啦，所以會狂躁啊，會肌力受損啊，同埋因為佢用鼻去吸服咧，咁所以好多時會造成鼻嘅損傷嘅。咁多數可卡因咁，因為佢個名可卡因 cocaine 嘅讀法啦，咁所以別名通常叫可樂或者汽水嘅。咁至於咩叫生嘢同熟嘢咧？就係生嘢咧就係一般粉末白色粉末狀嘅可卡因。咁你見到左上一啲好似黃黃地固體嗰啲咧，佢亦都係可卡因嘅一種嚟嘅，我哋叫霹靂可卡因。咁佢有經過烹調之後咧，個濃度更加都會可卡因，佢叫霹靂可卡因。咁通常咧未經烹調嘅可卡因我哋叫生嘢，咁熟嘢咧就係經過烹調之後嘅霹靂可卡因。咁呢個就係佢哋嘅別名啦。咁頭先講過咧，毒品好貴噶嘛，其實可卡因就係其中一種比較貴嘅毒品。你會見到佢嘅價格係由800幾蚊到1000幾蚊1 gram。咁大家可想而知，當你沉淪咗之後咧，你需要用幾多嘅錢先至可以繼續去購買到毒品啊？好啦，咁本身咧我都諗住講一講相關嘅法例，但係有專家喺度，所以我今日唔花時間喺呢度啦。咁主要想同大家講，其實法庭就住唔同嘅毒品咧係有嘅量刑起點，咁所以咧大家如果望到呢幅圖咧，少少嘅毒品、少少嘅冰毒，例如300幾 gram 冰毒，已經會為你帶嚟15至20年嘅監禁。咁其實販運危險毒品最高嘅判罰係500萬港元同埋終身監禁。咁所以大家咧真係唔好去嘗試啦。咁販運除咗大家知道嘅買賣俾人之外啦，無論你進入香港或者喺香港出口咧，都係構成販運嘅。而你獲取、供應、處理呢一啲都係能夠構成販運嘅罪行嚟嘅。咁所以唔好諗住你幫人哋去處理包裝，但係你冇份去賣你就唔關事，其實一樣你係犯法嘅。咁當你涉及咗毒品嘅罪行之後啦，其實販運同製毒嘅罪行咧係絕對唔能夠以警司警誡嘅方式去處理嘅。咁嗰時毒販去引誘你時候，一定會同你講話，你咁後生冇案底，一定唔會重罰嘅。但係呢個當然係錯嘅咧，有事嘅時候佢哋亦都唔會出嚟幫你嘅。咁所以當你涉及呢啲法嘅罪行嘅時候咧，一定係要面對法庭嘅程序，等法庭去判罰嘅。咁一經定罪之後，你一個嘅 criminal record 之後咧，你係唔能夠去攞良民證。咁所以亦都有對於你去外地升學、做嘢、去移民都係有一定嘅難度。而當你想加入某啲專業嘅行業，包括醫生、律師等等，你需要申報自己有冇刑事記錄嘅。咁所以其實你一次嘅錯誤咧，一次揀錯路咧，其實已經會影響你嘅一生噶啦。咁可以見到嗰個中學生就其實佢淨係去收郵件。可能佢唔知入面係啲乜嘢，但係你收件嗰下，你已經係構成咗犯法，你同樣地需要面臨法庭嘅審判。嗱，咁呢案件分享，我諗我都唔講咁多，純粹想 highlight 一單我覺得幾得意嘅 case。咁就係一個18歲嘅男子啦，其實佢收咗幾千蚊嘅酬勞，收一個聲稱為食品嘅包裹。咁大家見到左邊幅圖都覺得好有理由相信呢一箱全部都係朱古力嚟㗎啦。咁但係當警察收到線報去突擊搜查呢個單位嘅時候咧，發覺呢啲嘅食品入面其實收埋咗總共7.6公斤嘅 K 仔氯胺酮。咁咧其實嗰個男人就聲稱啦，一路都相信呢一堆係食品，佢自己都打開檢查過，見到係食品佢先收嘅。
但係點解法庭會判佢有罪呢？咁因為其實法庭呢，法庭嘅意見呢，就係話，如果有人無端端俾幾千蚊你，純粹收食物嘅包裹咧，係唔合理嘅。咁你都一定係有理由去相信入面係有啲犯法嘅嘢，佢先會俾幾千蚊你去接收一個包裹。咁所以就算你相信你望到你覺得係食品，但係法庭唔會接納你係完全冇 knowledge 嘅。咁所以點解一樣法庭判咗佢有罪而判咗15年半嘅監禁？係啦，咁法律嘅問題咧，稍後就留翻俾下一位講者去講啦。咁嚟緊咧，如果大家對啲關於毒品嘅知識有興趣咧，其實咧我有個 program 想介紹俾大家嘅，咁就係禁毒領袖學院嘅 program 啦。其實就係由我哋警務處毒品調查科由2021年去成立嘅一個青少年 program。咁主要咧就係每年培訓100個青少年，包括中學生同大學生，成為青年禁毒領袖。咁不如大家去首先睇睇片，了解下我哋計劃先。青年禁毒領袖並鼓勵青少年協助朋輩克服成長過程中所遇到嘅困難，抵抗各種誘惑。毒品調查科於2021年成立禁毒領袖學院，希望以更新穎、更貼地嘅方式，向青少年及社會大眾推廣禁毒信息。學院嘅目標係建立一個合作平台，凝聚社會各界熱心人士，共同培訓禁毒領袖，利用青年力量喺校園同社區宣揚禁毒信息。禁毒領袖學院得以成立，有賴各界熱心人士支持，當中包括贊助團體香港青年發展聯盟提供資源、贊助學院經費，仲有執行委員會各成員為學院發展提供意見同方向。學院每年亦都會邀請適合嘅專業顧問同導師，為每位學員提供超過150小時嘅專業培訓同活動。學院每一屆會招收20間中學，合共80名中四學生以及20位大學學員組隊參與。每個小組會由1名大學生帶領嚟自同一中學嘅4名學員參與全年各項活動。小組亦會獲分派1位專業導師，導師都係嚟自各行各業嘅精英。除咗陪伴同指導學員參加學院活動之外，一眾導師亦希望成為學員嘅人生教練，對佢哋嘅職業導向或者成長可以有所啟發。禁毒領袖學院嘅培訓有2大方向：一、教授毒品相關知識，讓學員宣傳禁毒；二、培訓學員成為青年領袖，推動無毒文化。一眾來自唔同專業領域嘅星級顧問，為學院設計及打造系統化嘅訓練課程，栽培每一位學員成為優秀青年領袖，貢獻社會。喺毒品知識方面，課程包括有毒品調查科、理工大學同專業律師攜手打造嘅毒品知識同刑責工作坊。此外，學院亦邀請到顧問醫生及大學醫學院教授講授毒品對身體嘅影響。學員仲有機會參觀戒毒院所同吸毒過來人交流，同埋參與懲教署絲綢之路活動，體驗鐵槍生活，反思違法後果。喺領袖才能方面嘅課程同樣精彩，學院邀請到嚟自商界嘅培訓專家，親身教授團隊建設與溝通技巧。學院活動好多時都吸引到傳媒採訪，所以學院邀請到前無線主播、香港樹仁大學助理副校長李嘉文博士向學員傳授應對傳媒技巧。另外，學院亦都邀請咗資深嘅電影工作者、多媒體創作人教授網絡營銷創意思維及短片製作，希望可以培訓學員以創意方式宣傳禁毒。而來屆更加會進一步加入 AI 相關內容。學院嘅訓練課程當然唔會局限喺課室，亦會帶領學員上天下海，讓佢哋跳出舒適圈，挑戰自我，成為勇於承擔嘅領袖。經過一連串挑戰同訓練之後，學院會提供唔同嘅實踐機會，俾學員學以致用，發揮所長。20組學員會喺各自校園親自策劃各式各樣嘅禁毒活動，向朋輩傳遞正能量。過往都有好多具創意嘅例子，包括自創嘅桌上遊戲、場景體驗遊戲，甚至利用科技製作機械人以及 VR 體驗等，成功喺校園推動無毒風氣。
完成校園挑戰之後，一眾學員需要邁進一步走入社區，參與大大小小嘅禁毒宣傳活動，當中包括禁毒宣傳車同埋1年1度嘅大型禁毒嘉年華，將禁毒資訊傳遞俾廣大市民。同時間，社會責任感都係青年領袖所需要具備嘅條件，所以學院亦都會安排義工服務，讓學員參與。經歷一整年嘅訓練同活動，學員除咗學到禁毒知識同領袖才能，仲會得到與眾不同嘅收穫。學院每年會舉辦內地交流團，除咗讓學員了解內地禁毒方針同國家發展，學員亦都有機會同內地警方以及青年交流禁毒心得，互相借鏡。此外，學院亦都安排學員參觀國內高新企業，了解國家發展以及啟發學員利用科技宣傳禁毒。而表現傑出嘅學員，除咗會獲得獎學金之外，仲有機會乘坐直升機執行模擬緝毒任務，了解警察及飛行服務隊工作，甚至參加海外交流團。過去3屆，學院分別安排傑出學員到訪新加坡、新西蘭同澳洲交流。學員參加交流團唔單止去觀光，佢哋更加重要嘅任務係同當地執法部門、社區人士同埋青年團體交流，了解當地嘅毒品情況、禁毒政策同兩地文化差異，並且分享返自己喺香港嘅禁毒經驗。舊年學員就曾經向西澳警方管理層作分享，並獲得高度評價。學院每一屆均邀請大學教授為學院培訓進行效能評估。過往3屆嘅評估結果顯示，學員參加禁毒領袖學院，除咗有效提升禁毒意識之外，一系列嘅培訓課程對學員嘅個人發展都有正面影響，其中溝通能力、領導能力同自信心都有顯著提升。第5屆禁毒領袖學院即日起至10月31號接受申請，並喺12月進行學員選拔面試。經遴選之後，將會喺12月底公佈入圍名單。好啦，咁唔知大家睇完呢段片之後，對我哋計劃有冇興趣啦？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我哋而家screen 上面咧右手邊有個 QR code，咁喺嗰度咧就可以了解翻計劃嘅詳情啦，同埋下載我哋報名表格。咁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完填咗報名表格之後，經電郵可以遞交翻俾我哋嘅。咁截止日期咧就係10月31號。咁大家有興趣嘅咧就大家快啲報名啦。咁今日咧，我嘅分享就到呢度啊，唔係，仲有少少賣廣告嘅時間，就係咧，嚟緊其實我哋有禁毒季嘅活動啦。咁入喺10月2號到12號咧，其實我哋有架宣傳車會走勻香港18區嘅，咁大家可以留意下我哋嘅網站啦，睇下幾時去到你個區咧，都可以嚟體驗下我哋嘅活動。咁至於10月18、19號咧，有我哋成個警務處刑事部嘅一個大型嘅禁毒嘉年華，咁就會喺西九龍文化區大草坪嗰度咧去進行嘅。咁到時會有大量嘅遊戲攤位啦，同埋有表演去睇嘅。咁所以大家有興趣咧 book mark 翻呢2日10月18到19號就可以嚟西九龍文化區度支持下我哋，同埋了解下禁毒領袖學院嘅計劃。咁我今日嘅分享咧就真係到咁多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咧，就快啲報名啦。好啊，唔該晒阿 Madam 咧，今日咁精彩嘅分享咁啊，頭先都令到我哋嘅學員啦，同埋我哋啲 mentors 都可以了解到，原來警務處下低係有咁多禁毒相關嘅活動。遲啲咧，我哋青天廣場下低青天有法咧私有計劃，可能都要考慮一下，會唔會都可以同你哋嘅禁毒領袖學院咧，可能都合作去做一啲活動，俾我哋啲同學仔都可以了解多啲禁毒嘅一啲知識。咁啊，頭先都有提到啦，原來而家咧其實都有一種毒品叫依托米酯，都幾多青少年人其實都接觸到。咁同埋頭先阿 Madam 都有提到，就係話其實年青人接觸到呢一啲毒品咧，好大機會其實都係透過朋友，仲要係第一次係免費去俾我哋去試添。所以咧，如果下一次好似我身邊呢位朋友啊 Matthew 副主席，如果有啲咩免費嘢俾我食咧，我諗我都要清楚諗一諗先啊嚇，好危險啊！嗱，各位同學仔都要留意一下呢樣嘢啊。
好，咁我哋咧就去到第二個環節啦。咁又係同頭先一樣啦。我哋頭先講話都會有個問題俾大家嘅。咁呢個問題咧，其實都係一個認知調查。嗱，咁其實我覺得個問題放喺阿 Madam 已經分享咗之後咧，未必絕對正確嘅。但係我都想問一問大家就係喺阿 Madam 分享之前咧，大家其實有冇聽過伊托米子呢一個新興毒品咧？咁可以喺熒光幕嗰度就選擇自己嘅答案啦。我都見得到已經好多同學仔係揀緊個答案㗎啦。咁有 A、B、C、D 啦。A 就係聽講過，亦都了解過佢危害。咁去到 D 嗰度咧，就直情係唔確定係咪毒品嘅。嗱，記住喺呢個問題係問阿 Madam 分享之前，大家對於伊托米子有冇認知先？好啦，個投票都應該差唔多咯喎，我哋見到差唔多有60%嘅同學仔係揀咗 A 嘅答案嘅，就係話咧都有聽講過，亦都了解過佢嘅危害啦。咁喺呢度咧都好高興見到咁多同學仔咧對於新興毒品都有一定嘅認知啦。咁證明大家咧其實都有留意一啲相關嘅資訊嘅。咁不過咧認知之外咧，我哋其實都更加要明白咧觸碰毒品嘅一個法律後果。咁頭先咧 Madam 已經好好啦，可能講咗一個現實嘅社會狀況啦，同埋其實而家可能喺社會嘅情況有啲乜嘢毒品係成日都可能喺我哋身邊。咁而家咧接住落嚟咧，我哋就會邀請咧我哋嘅青天廣場籌委會副主席吳詠麟律師Matthew 咧，就會從法律嘅角度咧係深入淺出咁樣可以去講解一下，如果我哋牽涉到毒品嘅罪行，會係有啲咩嘅法律責任啦，有啲咩後果啦，咁令到大家知道咧，千祈唔好誤以為覺得，其實我都未成年就應該冇嘢嘅，因為咧其實喺法律面前咧係好嚴肅嘅一個問題嚟嘅。好啦，而家咧我將時間交俾 Matthew， 唔該。好，大家好啊！咁我再一次介紹自己先。咁我係 Matthew 啦，咁我係一個事務律師，咁係律師會嘅會員啦，亦都係青天廣場2025年嘅籌委會副主席嚟嘅。咁我就係一個我哋叫做 private practice 啦，即係私人執業嘅律師啦。咁我處理嘅案件咧，其實有唔同種類啦。咁但係當中咧，嘅刑事案件咧，我係佔咗差唔多有60% 以上嘅差唔多嘅呢啲案件嘅。咁我嘅刑事案件裏邊啦，亦都有多過差唔多一半以上咧，其實係同毒品有關嘅案件嚟嘅。咁我成日都有陣時同阿 Madam 佢呢個部門啦，都有好多嘅我哋叫做交接啊，有好多即係我哋叫做接觸嘅。咁我可以話俾你知啦，今日嘅 Madam 咧頭先咧就好斯文啦，好有儀態啦，好有禮貌咁同大家分享嘅。咁呢個 PowerPoint 亦都做得好好，即係我頭先我之前睇過嘅，咁我見到好多卡通啊，其實真係好生動嘅。咁對即係我覺得會大家同學都會中意嘅。咁如果私底下啦，如果大家各位同學真係身邊有朋友或者犯過法嘅，咁我想話俾你知咧，警察部嘅我哋叫做15樓啦。頭先同 Madam 都講過嘅，佢哋叫我哋嗰啲毒販啦，會叫佢哋做15樓嘅。點解咧？其實因為毒品調查科咧有個古仔嘅，就以前咧佢哋喺15樓嘅，咁所以咧大家嗰啲毒販啊、不法分子聽到15樓咧就好驚嘅。咁如果大家真係不幸觸犯咗法例咧，其實咧大家會感受到佢哋嘅執法嘅另一面咧係非常咁嚴肅啦。非常大家都會有好多咧，我啲以前啲客仔咧，即係我哋啲客人啦，咁都會見到佢哋都會驚嘅，係唔係今日咁嘅形象啊？我都幾肯定可以同大家講。咁好啦，咁講翻今日嘅講座先。咁主要我有分幾樣嘢想同大家分享啦。咁就頭先常見毒品啦，我係想第一樣想講嘅。其實頭先 Madam 都講咗少少噶啦，咁其實 Madam 唔係講咗少少，其實佢已經講晒㗎啦。咁我就分享多少少啦。咁點解會有啲花名咧？即係有啲我哋叫別名啊，即係須知道啦嚇，買賣毒品就唔係一件咁光彩嘅事嚟嘅。咁亦都佢哋咧就唔會話唔該，我想要1克海洛因再加多1克嘅伊托米子毒品，佢哋唔會咁講嘅。一般佢哋都會有啲我哋叫別名啦，譬如頭先我哋嘅可卡因叫白粉啊、四仔啊，或者有啲叫我哋叫豬肉啊、可樂啊，即係豬肉就可能係
冰毒啦。咁如果點解要講呢啲別名俾大家知咧？其實想大家注意嘅。點解要注意咧？如果大家聽到呢啲字眼咧，其實大家要着起個警號噶啦。即係呢個人咧本身咧可能對毒品咧係有一定嘅知識嘅。咁佢點解有一定嘅知識咧？就可能佢本身可能參與緊呢啲事項啦，或者可能佢本身係吸食緊毒品嘅。咁大家咧如果聽到呢啲字眼嘅時候咧，就要記住啦，提高呢個警覺。咁如果佢可能問下你叫你去做一啲或者即係叫你帶一啲貨啊，叫你做一啲好似有啲奇怪嘅事情咧，咁大家真係要打醒12分精神啊，唔好誤墮法網嘅。咁呢啲就真係想大家清楚知道咯。呢啲毒品嘅一啲別名咯。咁好啦，咁啊頭先 Madam 亦都即係同大家好好咁樣介紹晒成個伊托米子啦。咁我都講多少少啦。咁大家記住啦，2025年2月14日，其實政府已經係將呢毒品立咗法㗎啦。咁未立法同埋立咗法之前嘅分別係咩咧？如果係未立法之前咧，其實都已經係犯法嘅。咁犯咩法咧？會係用管制第一步毒藥啦。咁其實本身呢個條例咧都可以要坐監嘅。咁而家立咗法為呢個嘅危險藥物之後咧，咁個刑罰就會更加唔同啦。咁就同一般嘅販賣毒品咧係冇分別嘅。雖然我頭先即係都同 Madam 都傾過啦，其實暫時係未有一個真係我哋叫量刑指引嘅。咁但係我哋估計啦，就咁睇落去，我都覺得應該同大麻可能有機會同大麻呢一個嘅毒品嘅判刑咧，其實可能有機會係會參考或者會相類近嘅。咁好啦，咩叫伊托米子咧？其實頭先 Madam 都講過，都好清楚咁樣講過噶啦。咁啊有多少少嘅，有啲即係有啲經歷啦。咁其實咧，我有啲以前嘅代表嘅被告人啦，咁佢哋就話俾我知咧，其實佢哋本身咧買呢個嘅電子煙食嘅。咁點解佢哋之後尾會變咗吸毒咧？其實佢哋本身買嘅時候咧，佢哋唔知道入面滲入咗一啲嘅伊托米子嘅成分嘅。咁有啲不法分子咧，其實咧係會將一啲伊托米子咧就故意擺入去嗰啲電子煙嘅煙彈裏面。咁等到你成咗癮之後咧，咁就唔可以脫離咧，咁就會令到你會真係會喺度不斷喺度買咯。咁其實佢有機會咧，有啲不法分子係會咁樣處理嘅。OK，咁另外咧，伊托米子咧，其實有一啲電子煙彈啦，有陣時我哋發現啫咩？有陣時有啲煙彈裏面仲會有一啲滲咗啲冰毒啊，或者一啲可卡因嘅成分喺入面嘅。咁所以大家第一啦，就真係唔好吸煙啦，唔好吸電子煙啦。第二樣嘢如果有機會接觸到呢啲電子煙彈咧，大家都要相當小心㗎啦，因為你唔知入面係咩成分嘅。正如頭先阿 Madam 有個 PowerPoint 啦，咁就係講入面咧，其實有好多電子煙，大家都係估計唔到究竟邊隻係有一個嘅伊托米子成分啦，或者係有其他毒品嘅成分嘅。咁亦都有好多唔同嘅口味，可能吸咗嘅時候，可能好似係可樂味啦，你吸咗嘅時候可能初唔覺嘅。咁但係食下嘅時候，發覺可能有啲問題喎。點解會好似即係變咗喪屍咁咧？其實呢啲就加咗一啲毒品嘅成分嚟㗎啦。咁好啦，咁頭先啦，亦都講過㗎啦。Madam 你都講咗，即係吸食伊托米子有啲乜嘢嘅後果啦。咁又包括係非常嚴重啦嚇，有全身抽搐啦、神志不清啦、OK 皮膚潰爛啦，亦都會不受控制，好似喪屍咁樣咧。頭先即係有啲圖片咧都顯示到，我見到一個輕鐵站嘅，呢個新聞都報導過嘅。OK 有個輕鐵站嗰有個少女唔知做啲乜嘢嘢啦，行為係異常嘅。咁亦都後尾就已經係警方介入咗調查㗎啦。咁大家可想而知啦嚇，即係呢啲係一啲比我以前認知嘅毒品嘅時候咧，更加多例子啊，更加多活生生啲圖片啊、影片啊，顯示到咧吸食咗毒品之後咧，就會變成一個咁嘅人。咁大家我覺得對比於以前我接觸嗰啲叫做即係可卡因啊、冰毒啊，更加貼切到一個生活咯。好啦，咁啊重要嘅嘢要提3次啦。咁啊第3次提啦，2025年嘅2月14號已經係立咗法㗎啦。咁好啦，咁我喺網上咧亦都揾到一段短片啊！大家唔知最近有冇睇到咧，係禁毒處嘅。咁我見到之後咧，其實我自己心裏面咧，我都覺得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咁我不如睇睇先啦。佢吸咗伊托米子，佢一樣係食咗伊托米子。佢一定係食咗伊托米子，身體完全唔受自己控制。電煙彈
粉同煙又係毒品嚟㗎。伊托米子食咗變壽司，死咗冇人知。好，唔該同事。咁我點解想分享呢段片段俾大家睇呢？因為我覺得其實佢好真實咁樣反映咗一個吸食咗伊托米子嘅人嘅反應嚟嘅。咁我同我接觸嘅人呢，其實係差唔多嘅。大家可能會覺得佢會唔會係誇大咗？其實唔係咯。我想話俾你知，其實呢個係最真實嘅反應嚟嘅。咁頭先有一段片段啦，就係食咗伊托米子之後呢，其實好似亂咁行馬路啊！其實佢嗰個信息想帶出咧，就係你行咗出馬路咧，你有時俾車到啦，又或者你可能會遇到一啲危險性嘅情況嘅。咁我亦都有遇過呢啲個案啦。咁一陣間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如果大家可以有機會啦，就去禁毒處個網站啦。咁其實有好多呢個伊托米子嘅解釋嘅，亦都有呢段最新嘅廣告嘅。好啦，咁啊，伊托米子頭先都講咗好多啦。咁其實我哋發覺咧，伊托米子咧上癮嘅嚴重性咧，會係多過其他嘅，即係更加強，又會有更加強嘅成癮性嘅。其中一對原因啦，我同啲精神科醫生傾嘅時候咧，因為伊托米子本身我哋叫做上得快啊，即係話你吸食咗之後咧，就好快會有個效能喺度嘅。咁所以咧佢一食咗之後咧。佢就即刻會上㗎啦。咁之後咧，佢隔咗一陣咧，佢隔咗一段相對地比較短時間咧，佢就會跌翻落嚟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你吸一啖，跟住然之後即刻就會有效力啦。咁可能譬如10零分鐘之後又跌翻落嚟，咁你跟住10零分鐘之後咧，你又要再追㗎咯喎。咁你又再食啦。咁喺度吸下放下，吸下放下咧，咁就好容易咧嗰個成癮嘅性會嚴重過其他毒品啊。譬如一啲冰毒咁樣咧，你可能食一次嘅時候咧，你3日咧你都係唔使瞓覺嘅。你個人都好似好 hyper 嘅。咁但係伊托米子咧，反而即係佢我哋叫升得快啦，跌得快啦。咁所以有陣時咧，我哋會見到咧，佢個成癮性咧可能會仲更加嚴重過其他嘅毒品嘅。咁當然啦，其他毒品亦都要提一提啦。其他毒品嘅上癮性咧，亦都係嚴重嘅。不過伊托米子好似俾我哋嘅感覺咧更加厲害咁樣樣。咁啊，當然最後嘅結果啦，你更加難擺脫嗰個毒品嘅控制嘅。好啦，咁啊，想講有關吸食毒品嘅禍害啦。咁其實有好多嘅禍害嘅。咁啊，第一樣嘢啦，咁就會感染一啲疾病啦，包括愛滋病啦、乙型肝炎啊、破傷風。咁唔係淨係用針筒嘅，我哋成日都話用針筒，共用針筒啊，你可能會有感染愛滋病啊、乙型肝炎啊。其實我遇到一啲個案咧，就係一啲可能一啲女仔食咗一啲毒品之後咧，會俾人強姦嘅 ，OK， 會俾人侵犯嘅，亦都有機會會出現濫交嘅情況嘅。喺咁嘅情況底下咧，佢哋會因為咁樣嘅情況而感染咗愛滋病、一啲性病嘅。OK， 咁另外亦都有啦，一啲情緒不穩定啦，咁啊出現焦躁不安啦。一般情況就係如果你個毒癮一發作嘅時候咧，你個人咧就冇咗，因為太依賴呢啲毒品啦。咁你出現咗如果你冇吸食到呢個毒品嘅時候咧，你就會有個情緒好不安啊、好煩躁啊、心情好差啊、有暴力傾向，我都遇過嘅。咁另外就精神狀態失常啦，有好多幻覺啊、幻聽啊。頭先 Madam 講啦，又出現一啲好一啲唔同顏色啊、天旋地轉啊，都會有嘅。咁啊，身體器官功能受損啦，因為毒品會好嚴重影響你個身體嘅，包括你嘅大腦啦，包括你頭先Madam 講嗰啲尿袋啊，你啲肝功能啊、腎功能啊、膀胱啊，完全都會好大影響嘅。咁啊，點解會導致到人際關係惡化咧？我嘅經驗話俾我知啦，好多時吸食毒品嘅人咧，人際關係咧，尤其是同屋企人嘅關係咧，係會變差咗好多嘅。有啲直情要自己搬咗嚟出嚟住啊，因為因為佢唔可以離開呢隻毒品啊，咁佢成日要問屋企人攞錢啦，咁亦都要去揾個地方匿埋去吸食毒品啦，亦都因為佢嘅脾氣變咗差啦，因而佢屋企人唔要佢啊，或者成日同屋企人鬧交啊，所以因為咁樣而人際關係變差啦，咁亦都可能即係唔止父母嘅，有時同朋友啊或者成咧都會因為咁樣而變差，會同朋友會疏離你咧，因為你吸毒啊嘛，係咪？咁好啦，咁學業退步啊，工作能力大減，亦都即係會好受影響嘅，因為你淨係變咗毒品，淨係依賴你嘅人生就係得個毒品啦，咁所以你嘅學業啊，你嘅工作能力都唔可以集中嘅。
咁仲有食慾不振啦、營養不良啊，因為呢隻毒品差唔多係佔據咗你嘅身體咁樣嘅，咁啊會有呢啲咁嘅後遺症啊，即係包括你唔想食嘢啊、營養不良啊、淨係食毒品呢樣嘢咯。咁就毒品依賴啦，頭先講咗啦。咁最後啦，亦都會鋌而走險嘅，因為你頭先 Madam 都講過下啦，咁就有關呢個嘅毒品嘅價錢啦。咁你成日要買，咁到最後你冇錢，咁你咪會鋌而走險啊。可能有機會毒販會利用你帶毒品啊，亦都可能會令你要做一啲不法嘅行為啊，令到你將來有案底啊，咁你個前途就盡毀㗎啦。咁因為點解咧？你有個第一，你有個販毒嘅案底啦。咁你頭先Madam 都解釋過啦，有一個嘅唔可以申請良民證啦，你唔可以做政府工啦，你唔可以做一啲專業人士嘅職業啦，包括律師啊、醫生啊、會計師啊，佢哋全部都會查你有冇一個刑事記錄嘅。咁呢個要提一提。呢個係一個都係會令到你前途咧會盡毀嘅。咁啊，詳情大家可以睇睇啊。呢個我哋叫做Narcotics 嗰個網站嘅。好啦，咁有一啲謬誤咧，就係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即係食毒品嘅時候咧，如果你一旦吸食咗毒品咧，會有啲咩謬誤出現咗咧？係咪吸毒可以會令你快樂咧？咁梗係唔係啦？點解啊？因為其實你可能會有一段好短時間嘅快感，但係長久以來咧，其實我見唔到有一個吸毒人士會話俾我知佢係人生係快樂嘅，因為佢人生就係得依賴呢隻毒品啊嘛。咁去到最尾咧，其實好多時咧個人咧都係會變得會好影響你嘅人生嘅，咁唔會令到你快樂嘅。咁好啦，咁啊係咪新興毒品啊依托米子嗰個害處較少咧？咁頭先講啦，絕對唔係啊。點解？因為佢嘅成癮性會係好高啦。咁你頭先見到個片段啦，都好似成隻喪屍咁樣樣。咁所以唔係個害處較少嘅，反而我見到嘅咧可能會係可能會害處更多添啊？點解咧？因為如果大家係青少年人啦，如果大家其實大腦啊，其實身體仲喺度發展緊、發育緊嘅，咁如果你咁快去好不幸咁樣去吸食呢個毒品咧，係會好影響你個發展嘅，包括你大腦嘅發展啦，同埋你身體嘅發展嘅。所以我唔見唔到成日新興毒品依托米茲咧嗰個毒害處咧會係較為少嘅。咁啊，吸毒係咪可以減肥咧？係營養不良，但係呢隻營養不良咧係會令到你嘅健康係受損嘅。其實唔係純粹係你體重減少咯，係會令到你嘅身體係會差咗好多嘅。咁啊，其他情況啦，譬如一啲安眠藥啊、咳藥水啊、嗰啲會唔會傷害性較少？其實亦都唔係嘅。咁啊依啲反而可能以我哋有一啲個案，可能見到一啲安眠藥啊、咳藥水啊，會比較容易攞得到啦。相對其他毒品，咁啊有時個成癮性咧仲會大好多嘅。咁好啦，咁有陣時有啲人其實係咪偶一為之食一次就冇傷害咧？其實唔係嘅。點解咧？好似一支冰毒咁樣樣啦，其實你食一次咧，佢個大腦裏邊有嗰啲水泡嘅，其實係一啲永久性嘅傷害嚟嘅。所以其實你食一次毒品咧，已經會對你身體造成好大嘅傷害㗎啦。咁啊，最尾啦就係偶一為之啦。其實係咪會唔會係上癮咧？其實你食咗第一次已經係會上癮嚟㗎啦。有好多人就會覺得我食一次試一次，我將來可以吸到毒，我將來可以戒到毒嘅，我可以唔使依賴佢嘅。其實唔係嘅，我見到好多個案咧，其實基本上係冇一個人咧係可以好成功咁樣去戒到毒嘅，而你亦都要付出好多啦，咁樣先可以戒到毒嘅。咁所以啦，食一次係咪唔會上癮咧？係絕對唔係嘅。好啦，咁啊少少工作分享啦。咁正如頭先我講啦，我本身係一個律師啦，即係一個刑事做比較多刑事案件嘅律師啦。咁有一啲案件想同大家分享下嘅。咁我第一次接觸依托米治咧，應該係年幾之前接觸嘅。咁我係咩情況底下接觸咧？就係我去壁屋嗰度啦，就見一個客人我個被告人啦，我代表嘅人士啦。咁佢一單強姦案嚟嘅。咁我坐低嘅時候咧，就即係我要做翻即係我律師嘅工作啦，介紹自己啦，講下條法例啦，諸如此類。咁我跟住問佢少少有關案情嘅時候咧，佢就其實吳律師啊，我嗰陣時我食咗太空油啊，我乜都唔知咁樣。咁我係第一次聽太空油呢個名嘅。喺年幾之前，咁我嗰時作為一個律師啦，咁啊，梗係乜都知噶嘛，假設係咪？咁我冇人話俾個客知，喂，我第一次聽，我乜都唔知嘅喎，係咪咁樣好語噶嘛？咁我點咧？我話太空油啊，好似好新興嘅喎，係咪啊？咁啊，
點解咧？我真係未聽過，咁啊，梗係新興嘢嚟㗎啦，新興嘢先未聽過係咪？咁我就好似新興嘢嚟㗎喎。佢話係啊，都唔算新興㗎咯，都2年幾㗎咯。跟住我話係咩？我話比較少接觸喎，咩成分多啊咁樣，因為我冇可能問佢咩叫太空油，我冇咁講啊嘛。咁我就話咩成分啊？咁我從個成分裏面我就自己要推斷出嚟啦。咁所以我哋第一件事就要諗下點樣問問題係咪？咁啊，跟住佢同我咪伊托米字咯咁樣，伊托米茲咁，其實我都係第一次聽，我都唔知咩嚟嘅。咁我咁樣啊？咦食咗會點㗎？喂我都即係啲客就成日都講依樣嘢，咁但係我真係唔知喎咁樣。佢就話俾我知咧，佢又斷咗片嘅。咁佢單案件咧就係一單強姦案啦。咁點樣發生咧？就係食咗伊托米字。跟住然之後就斷咗片，咁就唔知點樣情況底下咧，就同人哋就合謀就強姦咗個女仔嘅。OK，咁呢一個咧係我第一次接觸呢個太空油就係而家叫伊托米茲啦嚇。咁因為政府已經改咗佢名㗎啦，大家要記住，即係唔好美化咗呢個太空油呢個名，就唔係上咗太空嘅。OK，可能即係因為頭先所講啦嚇，死咗都唔知啦，咁就好快會上太空㗎，因為死咗啊嘛。咁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大家要記住係叫伊托米茲啊，呢樣嘢都要提一提嘅。咁好啦，咁我頭先所講啦，就係我第一次接觸呢個伊托米茲嗰個經歷啦。咁好啦，咁第二次有一個幾深刻嘅個案嘅。點解咧？係一個機場嘅個案嚟嘅。咁我有一次就去機場嗰度就有個客人揾我啦，咁就代表一個後生仔嘅。咁佢點發生呢件案件？佢咧就喺外國嗰度翻嚟嘅。咁啊牽涉到一啲佢帶紅酒樽翻嚟。OK， 佢打咗十幾支紅酒喎，好似我冇記錯10幾支紅酒。咁跟住然之後咧，佢就喺機場嗰度啦，同另一個被告人咧就被接獲嘅。咁就佢個案件咧，因為已經審完啦，咁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啦。咁佢個案件咧就係佢係本身有一啲不法分子啦，就去俾錢佢去暑假 OK， 暑假嘅時候就去津貼佢去法國旅行 OK， 去法國嘅唔知波爾多定 Paris 好似去埋兩個地方，咁就去。跟住然之後喺法國嗰度帶翻嗰啲嘅紅酒樽翻嚟，咁跟住然之後就喺機場嗰度俾人截獲咗嘅 ，OK， 咁後尾咧就喺嗰啲紅酒樽裏邊咧發現咗一啲叫液態可卡因啊。咁我第一次接觸嘅時候，我就問佢啦，喂，你知唔知咩叫液態可卡因啊？咁樣，佢話乜可卡因可以液態嘅咩？咁樣，我話咁梗係可以啦，即係因為佢本身係唔知嘅，佢真係即係我相信佢係真係唔知道嗰啲係一啲嘅毒品嚟嘅。咁好啦，咁跟住佢嗰度佢個份量都幾多嘅。咁去到最尾嘅時候啦，咁佢個案件要審訊啦，咁跟住但係即係陪審團唔信佢啦。咁因為頭先阿 Madam 都介紹過啦，咁其實毒品咧我哋成日都話會，我哋如果抗辯嘅話，其實唯一就係你知唔知情嘅啫嘛。咁個陪審團就唔信佢唔知情嘅，咁就將佢定咗罪咯。咁依個客人啦，咁比較深刻啲，因為佢年紀比較後生啊，其實佢都係10幾歲、19、18歲到啦。咁暑假期間佢就真係唔知道，咁以為有一着數啦，就去旅行啦，同另一個人。咁結果翻咗嚟嘅時候咧，就俾人截獲嘅。咁另一樣嘢咧，佢問過一個問題嘅，點解吳律師點解執法部門咁犀利，可以知道即係我一過關就驗得出知道嗰啲係毒品咧咁樣。嗱，如果想知嘅話咧，其實可以參加我哋青天廣場嘅旗下活動嘅。點解咧？因為咧我哋上一次去海關啊，咁海關嗰度咧其實有介紹過俾我哋睇咧，佢哋係點樣查得出啲毒品出嚟嘅。咁我諗下一次可以我哋問下 Madam，我哋又去一去警察部啦，咁我哋係了解多啲。咁其實我想話俾大家知咧，凡係關口啊，包括機場咧，係已經部署晒天羅地網㗎啦。大家唔好覺得啊，我個心臟夠強大，我扮晒唔知過咗就唔會有事。其實唔係啊，警方同埋海關嘅情報咧係非常咁厲害嘅。你基本上你有冇帶毒品，佢哋好容易，佢哋會俾你翻嚟之前已經知道㗎啦。喺機場裏邊亦都有好多人其實會知道你有冇帶毒品咯，所以大家真係唔好以身試法，呢個要提提大家嘅。咁啊記住啦，如果想知道更多嘅咧，記住參加我哋青天廣場嘅活動啦。咁好啦，咁亦都有一個嘅個案啦，就想同大家分享嘅。咁就係有少少律師同埋少少個人啦。咁
咁係點咧？我有個朋友啦，咁就本身咧我都懷疑緊佢有冇吸毒嘅。點解咧？因為其實有冇吸毒咧？除咗你個人嘅表現啦，亦都我哋有啲特質咧，其實睇得到嘅。點解咧？因為佢吸食嘅係冰毒啦，咁所以咧其實佢有啲冰瘡啊。大家如果有聽過啦，其實有啲身上咧喺塊面度咧會有一嚿嚿嘅嘢㗎，好貪靚嘅，成日都攞啲膠紙黐住自己嗰啲瘡嘅。咁即係因為我做開刑事啦，咁所以我一睇就知嗰啲係冰瘡嚟嘅。咁但係佢冇同我講，咁我就冇特別問啦嚇。咁有一次咧，有一晚咧，我好記得咧，就係佢個細佬啊，就 send 信息俾我，就話我哥癲咗咁樣。跟住然之後，我話咁點癲法啦咁樣，跟住佢就俾咗啲 message 我睇。咁佢阿哥咧就自己用電腦咧就自己發信息俾自己，就話自己俾人監視緊。咁啊唔知俾邊個監視緊啦？就係俾唔知美國政府定唔知乜嘢嘢係監視緊嘅。咁當時即係我第一個感覺就係咦，點解無端端即係會有精神病咧咁樣？咁後尾咧佢細佬就同我講咧，佢發現咗佢阿哥吸毒嘅。咁跟住然之後佢就問我點算咁樣樣。咁係啊，但係題外話，大家做律師成日都俾啲朋友問嘅，喂點算啊？啲朋友就會知道你係做咗律師之後咧，就搏命問你啲法律問題嘅。咁我當時咧就好尷尬嘅。點解咧？因為第一佢我朋友啦。OK， 如果我報警嘅話咧，即係我揾 Madam 嘅話咧，咁啊 Madam 就即係會即刻會上去揾佢啦，即刻會請佢翻去警署啦。咁就最後就只有控告佢嘅啫。咁一方面啦，我係律師啦嚇，我梗係要即係要站喺正義一方啦。咁我要考慮究竟係咪應該報警啦。咁另一方面就始終都係朋友啦，相識咗10幾年啦。咁我是否應該真係要舉報佢咧？要報警咧？咁樣樣。咁咁佢父母有問我嘅，咁即係當然啦嚇。我嗰陣時嗰個 moment 我就變咗真係好難取捨嘅。咁點知咧？最後咧發現，最後即係我唔知係咪應該鬆一口氣啦。咁就係佢買毒品嘅時候俾人拉咗。咁我嗰陣時咧係覺得即係我感覺上我係 release 咗嘅。即係一方面啦，係我真係唔使做個抉擇啦。即係就算 even 我咁大個人啦嚇，我做一個專業人士，我去到呢啲 moment 我都覺得自己好難抉擇嘅。咁但係另一方面，我覺得其實拉咗佢咧係幫咗佢嘅。點解咧？因為一拉咗佢嘅時候咧，佢就要承擔個後果。佢亦都可以即係去到接受佢嘅懲罰嘅時候咧，佢係即係會懲教署會幫佢去即係佢因為佢唔可以再吸食㗎啦嘛。佢拉咗之後就冇保釋㗎啦嘛，佢就要去監獄㗎啦嘛。咁佢或者拘留所啦，咁佢就會可以即係借呢個機會可以撇甩佢個毒癮啦，亦都可以反省佢自己過錯啦。咁到最後咧，佢係判監嘅。OK，咁就好慶幸地啦，佢被拉嘅時候嗰個份量唔係即係算好多嘅。咁佢都係喺監獄嗰度叫做懲罰咗一陣啦，咁就出翻嚟嘅。咁出翻嚟之後咧我見到佢個人生係有少少改變嘅。咁佢就自己即係我同佢講，喂，如果你真係再食嘅就唔好啦。咁樣真係呢啲嘢真係害，即係真係害你嘅。唔會對你有好處嘅。咁我見到佢其實係真係戒咗嘅。咁啊，呢個係少少自己分享啦。咁就係啦。咁啊，再講多少少啦。我接觸嗰啲毒品嘅案件啦，咁我都幾肯定都可以同大家講，同大家講啦。其實我接觸過，如果係基本上一定份量咧，其實你基本上個保釋咧就冇㗎啦。咁你要點做咧？你就只有去一啲嘅拘留所啦，等候審訊啦。包括係如果你係一啲後生啲，即係年輕啲嘅，可能會去壁屋啦。咁我成日都去壁屋㗎啦。咁一啲譬如即係佢哋會叫做吹蠟燭啦，吹咗蠟燭之後咧，先會轉做成人倉嘅。咁你呢個去一單，如果就算去一單，就算你不認罪都好啦。我哋好多時都見到一啲審訊，你都會係有3年、4年咧，會喺嗰個拘留所嗰度咧等候審訊嘅。相對地，我嘅分享就係好難保釋嘅呢啲案件，因為你涉及毒品咧，一般都係比較難申請到保釋嘅。咁你就要就喺等候審訊期間就一直喺度拘留咯。咁你又冇得讀書 ，OK， 又冇得自由，又冇咗呢個嘅見屋企人啦。咁最後就係你等候審訊嘅壓力啦。呢啲其實種種咧都係一啲嘅你因為毒品而引嚟嘅後果嚟嘅。好啦，咁啊工作分享少少到呢度啦。
咁就亦都有見到一個趨勢咧，就係大家買毒品咧。以前我接觸嘅案件咧，就係我哋叫快餐車啦，有架車就車啲毒品過嚟啦。咁亦都即係會去一啲可能有一啲去一啲某啲街道嗰度去兜售啦。咁而家我見到嘅比較多嘅咧，就係透過一啲嘅我哋叫做社交媒體啊，包括 Telegram 去買賣呢啲毒品嘅。咁有陣時話Telegram 係一個程式嚟㗎嘛，咁有啲人我以前聽咧就係有啲人同我講Telegram 本身咧就不受控制嘅，即係不受監管嘅一個軟體嚟嘅，大家可以喺上面即係睇完之後 delete 啲 message 啊，又或者警方追蹤唔到啊。咁我想話俾你知咧，其實唔係嘅。我接觸嗰啲案件咧，其實警方已經可以用一啲即係用一啲 Telegram 啊，你啲信息啊，其實已經可以係做一啲證據咧，去指控一啲參與販毒嘅人士嚟㗎啦。咁我亦都有一個新聞啦，少少新聞剪報出嚟啦。咁就係即係其實警方亦都同大家講咗㗎啦，佢哋都會着眼，亦都會針住呢啲 Telegram 嘅信息啦、頻道啦，會跟住你啲管理人員啦，咁同埋會員啦去做出調查嘅。咁所以啦，大家啦，真係唔好嘗試去接觸呢啲嘢啦，因為警方其實係有天羅地網咧去睇住呢啲不法嘅行為嘅。好啦，頭先阿 Madam 就話一啲專家啦，咁我就唔算專家啦，咁我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嘅。OK，咁啊，其實毒品咧喺香港嚟講咧係一件相當嚴重嘅案件嚟嘅。咁刑罰啦，亦都係比一般嘅罪行咧係比更嚴重嘅。咁大家可以睇下啦，如果係販運危險藥物咧，最高咧係可以判終身監禁同埋罰款500萬元。OK， 終身監禁，或者我見到嘅一陣間會講啦，就係就住一啲好輕微嘅毒品咧，如果係販運毒品嘅時候咧，呢條罪行咧嗰個刑罰咧，亦都係以年去計嘅。好啦，咁啊製造危險藥物啦，製造亦都係終身監禁啦。咁因為如果一般我見到嘅咧，就係可能販運危險藥物之餘，仲有製毒嘅，咁呢啲刑期咧就會更加多嘅，因為製毒本身嗰個刑罰咧係會更加重嘅。好啦，管有危險藥物啦，咁最高都要監禁7年以上㗎啦。即係你純粹係一啲，譬如我哋管有譬如你吸食啦，都已經係管有危險藥物嚟㗎啦。咁如果我哋叫做管有危險藥物，如果份量某程度上，我嘅經驗啦，就係過咗一定份量咧，其實已經控方會唔相信你係淨係管有自己吸食㗎啦，你已經可能有機會會控告你販運危險藥物㗎啦。咁大家呢度要小心啲啦。咁啊，另外一啲吸食工具啊，或者一啲注射危險藥物嘅工具咧，其實都會有一定刑罰嘅，都已經要監禁3年㗎啦。咁我有好多時我哋有吸食工具之餘咧，身上亦都我一啲嘅被告人士咧，亦都會有亦都會有多一條控罪，就係一係管有啦，一係販運危險藥物嘅。咁好啦，咁啊，如果一啲譬如追蹤大麻啊，或者罌粟咧，咁啊大家見到啦，監禁都15年嘅最高刑罰。咁好啦，如果未向未成年人士獲取啦，或者供應嘅話咧，仲會有啲加刑嘅因素嚟嘅。咁啊，全部咧其實係可能有機會係有幾條嘅控罪添嘅。咁好啦，呢個圖咧我哋嘅主席咧就係好中意嘅。咁啊喺我哋喺邊度攞出嚟咧？我就喺呢個嘅禁毒處啦，同埋喺一啲譬如教統局嗰啲資料度攞翻嚟嘅。咁啊，販毒嘅刑責大家可以睇下啦，其實係一個萬字夾咁嘅重量啦。冰毒其實已經監禁3至7年㗎啦。咁啊，海洛英啦 ，OK， 一個可能我哋好細嘅螺絲咧，其實已經監禁2至5年㗎啦。咁其實大家見到啦，呢一個其實係相當嘅嚴重，一啲好少份量咧，其實嗰個刑期咧都要監禁以年計嘅。咁好啦，咁右邊嗰個咧係一個判刑指引啦。咁近年來咧，今年啦有個新嘅案例嘅，叫黃瑞芳。咁就住呢個案例咧，一啲更加嚴重、更加多份量嘅刑罰咧，其實判刑亦都有更加嘅，即係更加清晰嘅指引嘅。咁已經我哋望緊嘅，其實已經可能去到有啲20幾30年嘅，大家可以見到右邊啦。係咪？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如果大家喺度諗下，如果你今年20歲 ，OK， 如果判咗20年監禁，
咁你真係話乜嘢？你真係有機會你40年會喺個，即係你會40歲你先可以出得翻嚟喎。其實基本上你大半生咧，如果假設60歲命啦，你差唔多已經三分一嘅人生喺監倉度度過嘅。所以嗰個代價其實大家真係要思考下咯。好啦，咁啊，亦都有一啲個案分享啦。咁就有一啲後生嘅16歲少年啦。呢度有一個2021年嘅個案嘅。咁就製毒啦。OK，咁啊製毒頭先講啦，亦都係一啲比較嚴重啲嘅、更加嚴重嘅罪行啦。咁一經定罪嘅話咧，佢個前途就真係危係苦噶啦。咁好啦，亦都有啦，亦都有2個被捕嘅2022年啦。根據呢個嘅資料啦，咁就有15、16歲啦，咁就係亦都係串謀販賣危險藥物嘅。咁係啦，咁究竟年輕係咪一個抗辯理由咧？絕對唔係，即我上訴法庭或者其他下級法院其實都講得好清楚噶啦。大家唔會因為年青或者年少無知可以係一個求情嘅理由，其實唔係嘅，絕對唔會嘅。我都可以好肯定同大家用經驗分享，上訴法庭或者法庭係唔會因為你年青咧而對你有任何嘅輕判嘅意味嘅。因為如果輕判咗你，OK， 咁之後下一個又係年青嘅，咁會點樣咧？亦都唔可以因為年輕而毒販會向你埋手，影響你。因為你年輕，所以同你講話你冇事嘅，法庭唔可以俾呢個信息嘅社會嘅。所以喺咁嘅情況底下咧，年輕咧係唔會獲得輕判嘅。呢個大家真係要清楚知道嘅。好啦，最後啦，咁啊有少少嘅資料可以同大家分享啦。咁如果咁不幸遇到一啲不法分子啊，或者毒販啊，或者朋輩啊，同你講叫你試下毒品啊，咁可以點樣啊？咁我咧就有少少即係參考咗少少禁毒處啊，同埋警方資料咧，就我諗大家有幾樣嘢要考慮啦，幾樣嘢可以向毒品説不嘅。咁啊，第一啦就係即係我係唔會吸毒啦，咁啊堅決拒絕啦。咁第二咧就係試嚟做乜啦？不如做下運動啦。咁就試下可唔可以用其他藉口啦。咁就係遠離啦。咁就第三啦，就係我好急啊，即係我要翻屋企食飯啊，或者我唔需要啦，拜拜啦。其實呢一啲咧係一啲錦囊嚟嘅。大家如果真係遇到有啲毒品嘅引誘咧，記住我哋成日都話要心臟夠強大 ，OK？ 唔可以因為一啲譬如朋輩影響啦，或者唔識得拒絕人啦。因為我哋有陣時咧會見到即係我哋唔係好識拒絕人啦，我哋唔希望即係令到人哋失望。記住唔可以因為咁樣而掉以輕心嘅。大家心臟一定要夠強大，一定要佢同毒品説不，因為真係會影響你呢個人生嘅。如果呢個人咁樣叫你試啲毒品咧，其實佢係咪你真正嘅朋友咧？我可以話俾大家知，其實唔係咯，因為佢係害緊你呢個人生咯。咁啊，大家睇睇啦。咁啊，如果我譬如一啲被代表人士啦，佢本身係因為一個毒嘅罪行而被判入拘留所等候審訊嘅時候咧，大家見到啦，其實你同坐監其實分別唔係好大嘅。基本上咧，你而家又冇得食私飯啦，因為已經立咗法啦嘛。咁啊，所有嘢咧 ，OK， 你都係要屋企人入俾你嘅。包括你嘅制服，你著嘅衫啦，你用嘅用具啦，你食嘅零食啦，你所有嘢咧都係有一個定息嘅。而且咧，探監咧即係親友探監咧，只可以我印象中係2個禮拜嚟探你15分鐘嘅啫。OK， 有陣時仲可能少過15分鐘嘅。OK， 因為你 book 唔到嘛，有啲偏遠嘅地方係 book 唔到嘅，譬如有赤柱啊、壁屋啊、白沙灣啊、東頭啊、大嶼山啊、喜靈洲啊，呢啲基本上你屋企人咧會係好要長途跋涉咁樣嚟探你啦。咁你入面又冇得睇入面有得睇嘅，有得睇電視，但係要即係佢 set 咗個台啦。我印象中好似得1個鐘頭睇嘅啫。咁啊，好多人而家仲係用緊收音機啦。咁冇得睇大家中意去食嘅嘢啦嚇，即係可能過時過節或者假期冇得去深圳消費啦，亦都冇得去聽演唱會啦，呢啲全部都冇噶啦。
好啦，咁啊頭先講嘅啦，如何向毒品說不啦，就係呢4個大錦囊啦。咁大家記住啦，今日想大家最後真係要記住，我哋成日都咁講啦，心臟真係要夠強大，唔可以受人引誘嘅，亦都唔可以試嘅，因為嗰個後果真係好嚴重。同埋最後就係個人生都係自己嘅。OK， 只有自己去堅定自己嗰個心臟啦，自己堅定嘅自己嘅意志啦，先至可以遠離毒品嘅。好啦，今日分享係呢度啦，咁我交翻時間俾我哋嘅主席先。好，唔該晒我哋副主席 Matthew 嘅分享啦，特別係頭先即係分享咗嗰個圖，我相信好多同學仔都會睇得到啦，即係究竟講緊嗰個毒品嗰個重量或者個份量，可能係一個萬字嘅或者一個螺絲釘，其實就已經講緊你至少都坐緊以年計嘅一個即係監禁嘅一個刑期嚟啦。咁啊，亦都多謝副主席分享咗好多佢自己作為做刑事律師嘅一啲點滴啦，見到好多個案。咁啊，今日佢都好即係講咗好多肺腑之言啦，希望大家見到毒品或者接觸到毒品嘅時候咧，都可以 say no。咁啊喺呢度咧，再一次多謝我哋 Madam Winky 啦，同埋我哋 VC Matthew 咧兩位嘉賓嘅分享嘅，好實用，亦都好發人心醒。咁好啦，事不宜遲咧，我哋而家就去到我哋嘅 Q&A 環節啦。咁啊，如果各位同學仔或者 mentors 咧係有興趣想問一啲問題嘅話咧，去俾我哋 Madam 啦，甚至乎俾我哋副主席啦，都可以喺嗰個聊天室嗰個 chat 嗰度咧就寫低你哋嗰個問題嘅。咁我哋嘅工作人員咧就會幫手去收集呢啲問題，同埋咧等我哋去作出個提問㗎啦。咁啊，其實咧關於毒品趨勢啦、法律後果啦、定係點樣去拒絕誘惑咧，其實大家都可以隨便去問問題嘅。咁啊，而家呢個機會都好難得嘅，咁啊，大家咧千祈就唔好錯過呢一個問題啦。好，咁啊，其實咧，頭先我哋都已經預設見到有一啲問題，其實都想問一問兩位嘅。咁不如我問一問阿 Madam 先啦，係啦 ，Madam 啊，都想問一問，因為咧可能而家好多同學仔都會喺佢日常生活朋友啦，或者可能喺學校咧都會有機會即係接觸到一啲朋友，佢哋可能都會係吸毒或者可能有一啲有機會接觸毒品嗰啲症狀嘅。咁其實你會唔會都有啲 tips 俾我哋嘅同學仔知道一下，平時其實佢哋點樣可以留意到啦，同埋真係留意到佢哋身邊嘅朋友或者同學仔係真係有吸毒嘅情況嘅時候，又應該點樣去處理呢？呢個問題都好實用。咁頭先咧我都略略介紹咗，其實唔同毒品帶嚟會有唔同嘅症狀啦。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下你身邊嘅朋友會唔會有頭先 mention 過一啲症狀，例如食咗依托米酯會有手腳嘅抽搐啊、失去知覺啊，或者係服用咗大麻嘅眼睛發紅啊，又或者係服用咗可卡因嘅流鼻水啊、言語不清啊、好興奮啊咁樣。如果你發覺你身邊嘅朋友可能突然間好多嘅情緒大起大落啊，又或者佢對本身佢自己嘅興趣佢嘅活動失去咗興趣啦，可能因為佢太投入呢個毒品嘅世界，佢對日常嘅生活失去咗興趣，又或者佢會唔會突然間你冇聽過佢話做 part time， 突然間好似買咗好多名牌嘢喎，突然間咁多錢使嘅，咁呢啲種種形式嘅跡象咧，都可能話俾你知佢可能同毒品扯上咗關係啦。咁當然作為好朋友，你都會希望佢唔會接觸毒品啦。咁所以咧，留意下佢有冇以上嘅症狀。如果有嘅話咧，不妨去打探下佢會唔會需要幫助啦。如果真係唔知點樣解決嘅話，咁其實禁毒處咧都有個社工嘅熱線186，咁大家可以打去咧，有專業嘅社工同大家去傾訴，俾一啲嘅 advice 嚟嘅。咁但係如果你發覺即係好似例如 Matthew 頭先所講嘅情況真係太嚴重，你見到佢吸毒甚至係不省人事，咁當然要報警求助啦。咁假設如果你發覺身邊有一啲同依托米酯相關嘅事發生，可能有人喺你學校啊、屋企附近去兜售啊，或者你發覺有啲網上嘅 channel 去賣呢啲嘢咧，都可以 through 一個我哋而家依托米酯一個熱線66292966都可以俾翻啲嘅情報啊、線索我哋，等我哋咧可以容易啲追查嘅。好，唔該晒 Madam 分享，同埋我覺得如果同學仔喺學校真係遇到呢啲疑似個案，都可以同老師去分享下，睇下點樣去解決問題啦。呢個咧都係一個比較直接、簡單啲、便利可以處理到嘅方式嚟嘅。咁啊，另外咧仲有一個問題啊，問翻我哋副主席阿 Matthew 啦。咁啊，頭先咧你都講到有好多情況咧係有機會係會誤墮呢個法律陷阱，好似管有一啲危險藥物啊、販運啊，甚至乎自己可能喺度吸食
啊，喺度服用緊啊等等咁啦。咁啊好多時候坊間咧，我都有聽啲同學仔或者可能佢哋接收嘅信息就話，我哋喺法律有一樣嘢叫做 spend conviction， 就係話如果我判咗你有罪，你可能係有個案底，咁但係咧原來嗰段時間咧就冇㗎啦咁樣，咁啊可能咧就唔會之後有人再知道自己可能有呢一樣嘢㗎啦。我又想問下你喺毒品呢個 context 之下，呢個 spend conviction 又識唔識用咧？呢個就第一個問題。第二個問題就想問啦，你都處理過咁多呢啲案件，咁啊亦都唔少案件可能都牽涉緊啲年青人犯事啦。咁佢哋其實真係喺判完個刑期之後，可能服完刑出翻嚟之後，其實又對於佢哋嘅人生有啲咩影響咧？可唔可以分享一下？好，咁啊唔該晒主席啊，咁啊呢條問題咧，我首先答咗第一條問題先啦。咁如果頭先Chair Lady 所講嘅咧，就應該一條叫做罪犯自新條例嘅。咁一般嚟講咧，如果去到某一個刑期啦，咁如果係低過嗰個刑期嘅話咧，過咗嗰個3年之後咧，就可以話俾人知咧係冇一個嘅刑事嘅記錄嘅。咁但係咧，我嘅接觸咧，所有嘅毒品案咧，其實佢嘅刑期咧都會係過咗嗰個標準嘅啦。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呢啲毒品嘅案件咧係唔適用喺呢個嘅頭先所講嘅sentence 裏邊啦。咁亦都可以好同大家講啦，就算 even 你話嗰個嘅嗰個囚犯自新條例啦，其實你要做一啲嘅我哋叫做專業部門啦，譬如律師會啊，佢哋都要話俾人，佢嗰個條例咧都係不適用嘅，你都係話俾人知咧，你本身係有案底嘅咁樣咯。所以有好多時我見過有一個案件就係有一個本身係之前就有一個叫做吸毒嘅案底嘅，咁佢後尾咧就改過自新啦，佢係想加入一啲嘅政府嘅部門去做一個政府工啦，咁佢就問過一啲法律意見咧，究竟是否一周係真係要報翻俾要報翻俾政府聽，佢係是否有一個案底嘅？咁我當時即係做一啲法律研究啦，我哋嘅結論咧都係要報翻俾政府聽嘅。咁樣咯，咁啊會影響工作之餘啦，頭先所講啦，身體啊，其他一啲譬如家人朋友啊，你將來會唔會再即係你就算你戒甩咗毒品之後，你都可能有機會因為某啲情況、種種情況，我見過有啲個案就係本身係10幾年冇吸毒嘅，咁突然之間遇咗一啲家庭嘅巨變之後咧，佢又接觸翻呢啲毒品，都會有機會嘅。咁樣咯，所以你嘅人生基本上係有個烙印喺度咯。如果你因為吸毒而因吸過毒嘅話，咁樣咯。Chair Lady，好，唔該晒阿 Matthew 嘅分享。咁啊，今日咧其實我哋個研討會咧都去到尾聲啦。我相信大家咧都已經透過 Madam 嘅分享啦，我哋嘅副主席 Matthew 嘅分享啦，都了解到咧一啲毒品嘅知識同埋佢會帶嚟嘅一啲禍害。咁所以咧，記住啦，我哋今次呢一個嘅思友計劃其中一個主題就係 Say Cheers to Us Say No to Drugs， 記住要向毒品說不嘅。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去到最尾咧，除咗阿 Madam 要講個禁毒領袖學院之外咧，我都要預告一下我哋青天有法思友計劃咧。跟住落嚟嘅活動嘅，咁啊大家要記住啦，除咗今日嘅研討會之外咧，我哋10月18號都會有一個職業與生涯規劃嘅工作坊，咁啊記住大家踴躍參加啦。咁啊去到11月9號，頭先都有提過嘅，我哋都同唔同嘅紀律部隊其實都有啲體驗日啦。今次咧，我哋11月9號嗰一日咧，我哋會去馬坑監獄去體驗一下嘅。去到12月嘅時候啦，我哋10月14號咧就係我哋成個思友計劃嘅結業禮期嘉年華。到時咧，大家咧仲會以對製嘅形式咧會參加一個比賽。到時我哋都會有豐富嘅獎品。咁啊，所以接下來記住啦，10月18啦、11月9啦，同埋12月14，大家咧記住 mark 翻自己嘅 diary 啦。好，咁啊，今日咧呢個網上嘅 workshop 咧就已經係圓滿結束啦。咁喺呢度咧，再一次多謝我哋兩位嘉賓阿 Madam 啦，同埋阿 Matthew 嘅。咁祝大家咧有一個愉快嘅週末。我哋下一次再見，拜拜。